各位，请想象这个场景，现在是凌晨2点到3点，你可能正躺在床上，眼睛微微闭着，看似在休息，但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你完全不知道的内部战争。你的心跳可能比平时更快一点，你的思绪开始在一个奇怪的循环中打转，你感觉到一种不寻常的清醒。这不是正常的休息，这是一个危险的警讯。在我们熟睡的时候，大脑应该进入一个关键的自动清晰模式。想象一下，你睡着时，脑脊液开始像河流一样流过你的大脑，把一整天积累下来的代谢废物和毒素冲走。这是大脑对自己的排毒过程。但当你半夜醒来，或者只是半醒不醒时，这个排毒系统就会被强制关闭。造成这一切的是我们体内一个微小但极其强大的荷尔蒙皮质醇。皮质醇是压力荷尔蒙，它本该在早上最高，让你醒来有活力，但在理想状态下，它在深夜应该降到最低。然而，对于许多像你们一样的朋友，特别是65岁以上的人，皮质醇的夜间水平却异常地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的身体没有真正放松，即使你感觉不到压力，你的大脑这个最敏感的器官仍然处于一种微小的警戒状态。他在想，是不是有危险？是不是还需要工作？结果就是夜间高水平的皮质醇像一个无情的破坏者，阻止你的大脑进行修复和记忆巩固，它直接攻击你大脑中的海马，回这个记忆中心。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很多人抱怨自己睡够了7、8个小时，但记忆力却持续下降，人变得越来越健忘，越来越易怒。这是因为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长重要100倍。如果你的大脑没有洗澡和修复，那么你睡再久也没有用。如果你没有听完这整个影片，你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你明明睡够了时间，记忆力却仍然日复一日的流失。这是你必须知道的大脑自我保护机制。听到这里，请不要感到恐慌，也不要灰心。身为一个看过无数病例的医生，我想告诉你一个鲜少有人会强调的正面事实：你的老年大脑并没有坏掉，它不是一个报废的机器，它只是被阻塞了。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极度聪明、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超级电脑。目前，它只是因为过高的皮质醇和错误的习惯被锁定在了警戒模式。一旦我们移除这些障碍，这台电脑会自动重新启动它的修复和记忆功能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依赖任何药物，也不需要花大钱购买昂贵的营养补充品。我们的目标是从根本上降低你的夜间皮质醇水平，让你的身体知道现在是安全的，可以放松了。这一切都回归到规律的生活习惯。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我将为你揭示6个简单但极为有效的习惯，它们是经过科学验证，能重新开启你大脑自我疗愈模式的关键。它们能让你重拾深层睡眠，保护你的海马回，甚至让你感觉到记忆力的明显回升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身体的自然修复力。你随时都可以开始，而且它们都是免费的。让我与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他是住在新北市的陈国成先生，一位72岁的退休人士。陈先生来找我的时候，他的主要症状不是他认为的年纪大，而是失眠和情绪问题。他向我诉苦，一生我已经失眠快10年了，现在不只是睡不好，我变得非常容易生气，连孙子的小吵闹都让我心烦，而且我常常忘记钥匙放在哪里。我们为陈先生进行了一系列检查，结果显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：他夜间的皮质醇水平高得惊人。白天他的皮质醇还算正常，但到了晚上该下降时，他却持续保持在一个高位。陈先生说，他睡前会看新闻，关心股市，这些行位在他的大脑里，
造成了长期的慢性的警戒讯号。当时我告诉他，陈先生，你大脑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的年龄，你的大脑没有老到无法工作，它只是被误导了。你的生理时钟被打乱了，它已未现，在还是白天，还需要保持警觉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设定你的生理时钟，让你的身体知道天黑了，该休息了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，记忆力衰退和情绪困扰，很多时候只是生理时钟失调的外在表现。当我们开始调整陈先生的生活习惯，特别是睡前那几个小时的行为，他的睡眠品质开始改善，记忆力也渐渐回稳。这不是药物的作用，这是他身体自我调节的结果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胃，什么皮质醇这么可怕。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繁忙的城市，这座城市需要电力、交通顺畅，并且在夜间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工程。血液就是城市里的车辆，血液流动位，大脑带来氧气和养分，并带走废物。皮质醇就是紧急警报，当你处于压力之下，皮质醇发出警报，告诉你的身体现在是紧急时刻，必须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应对危险上。问题在于，当这个警报皮质醇在夜间持续响起时，维修工程就无法开始。你的身体处于战斗或波切模式，它不可能同时进行修复工作。更糟的是，这个警报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之前提到的海马回，这个位于大脑深处像一个中央记忆处理器的结构。持续的皮质醇轰炸会让海马回萎缩和受损。这就是你开始忘记刚刚说过的话，忘记重要的约会的原因。我的任务是教你如何关掉这个夜间的警报。这不是要你完全消除压力，而是要你训练你的身体，在正确的时间让皮质醇回归到它应有的最低点。当警报停止，修复工作才能开始，你的大脑程式才能恢复生机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进入6个关键习惯。这不是一般的建议，这是重新编程你的大脑休息模式的技术。习惯1，睡前90分钟给身体降温。这是一个关键的 peak， 你的身体温度与你的大脑是否认为是白天或夜晚有直接关系。当你的核心体温过高，你的大脑会误以为现在是白天，需要保持清醒可警觉，这会间接推高你的皮质醇。如何实施？热水澡的艺术，在睡前90分钟洗一个20分钟的温水澡。热水会让你的血管扩张，帮助核心热量从身体表面散失。当你出浴后，你的身体会经历一个快速的体温下降，这个讯号会告诉你的大脑该睡觉了。卧室温度保持你的卧室在一个凉爽的范围，大约在18到20摄氏度，稍微凉爽的环境是身体进入深层睡眠的最佳条件。习惯2，晚餐后停食至少3小时。这也是一个隐藏的 peak。许多人习惯睡前吃宵夜，或者晚餐吃得太晚太饱。当你进食时，你的身体必须是放胰岛素来处理血糖。这个消化的过程在你的体内会被视为一种轻微的压力事件，这会偷偷的提高你的夜间皮质醇，你以为你在放松，但你的消化系统却在加班。如何实施？晚餐时间，如果你通常在晚上10点睡觉，请确保你在7点前吃完晚餐。分量控制，台湾晚餐经常有淀粉和糖分，请尽量减少睡前那餐的精致淀粉和甜食，它们会导致血糖波动，进一步干扰你的睡眠荷尔蒙。如果你真的饿了，一小把坚果或一块低脂优格是更好的选择。接下来的2个习惯是关于稳定你的感官输入，减少对大脑的刺激。
直接维持血清素的稳定水平。血清素是让你感到平静、满足和放松的关键化学物质。习惯3，睡前1小时全面降低光线刺激。你家里的蓝光是你夜间皮质醇和失眠的最大帮凶。蓝光告诉你的大脑现在是中午，这个会强力抑制身体褪黑激素的产生，而褪黑激素是启动睡眠的重要讯号。如何实施？关闭或过滤。在睡前1小时，请关闭所有会发出高蓝光的设备，包括手机、平板和电脑。使用黄光。如果你需要阅读或在室内走动，请换上低瓦数的黄色灯光。黄光对褪黑激素的抑制作用最小。看电视的替代方案。如果你习惯看电视放松，请保持距离电视荧幕至少3公尺，并将荧幕亮度调到最低。习惯4点10分钟的慢速深呼吸。这是一个直接且强大的工具，可以立即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。这是身体的休息与消化模式。如何实施？找到你的节奏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躺下。腹式呼吸，将一只手放在胸口，另一只手放在腹部。深吸气，让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鼓起来。缓慢呼气，让腹部向内收。计算最理想的呼吸节奏是吸气4秒，屏息1秒，呼气6秒。请你每天晚上至少做10轮。这个动作会直接降低你的心率和血压，给你的大脑一个强烈的讯息，警报已解除。现在，让我带你看看第2个病例。她是一位住在台南68岁的林美华女士。林女士的情况更有启发性，因为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失眠。她告诉我，医生，我躺下很快就睡着了，一觉到天亮。但是她有一个更令人担忧的症状，突然性的健忘。她的健忘不是对远期记忆的遗忘，而是对日常事物的遗忘。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她给我举了2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。她做完饭后，经常忘记关闭瓦斯炉的开关，有几次差点酿成危险。她去菜市场，经常忘了自己原本要买的3样东西，甚至会在回家路上突然想起。林女士的检查显示，她的夜间皮质醇虽然不如陈先生高，但她的深层睡眠时间却非常短，这意味着她的大脑清洗工作没有完成。我建议她开始采用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习惯5，一个针对身体累积的压力进行释放的方法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仅仅3个星期后，林女士打电话给我，语气充满了兴奋。她说，医生，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清楚地记得我要做的事情，而且我再也没有忘记关瓦斯了。这证明了你不需要失眠才能拥有一个不健康的累积压力的身体，你只需要错误的习惯来干扰你的大脑夜间修复。林女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习惯：渐进式肌肉放松。你的肌肉会记忆压力，当我们感到压力时，我们身体的肌肉会不自觉地紧绷起来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种肌肉紧绷往往是慢性且难以察觉的。如果你不刻意放松，这些微小的持续的紧绷会不断地向你的大脑发出警戒的讯号。现在，请你跟我一起，我们将花几分钟时间实际练习这个技巧。从手部开始，请你紧紧握住你的拳头，用力收缩，保持5秒，感觉到你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你的手掌和手臂，然后彻底缓慢地放松，让你的手掌像羽毛一样轻，感觉到紧，绷感被释放。肩颈部位，耸起你的肩膀，尽量让它们靠近耳朵，保持5秒，感觉到你肩颈所有的负担，然后深呼一口气，让肩膀突然下沉。脸部肌肉，紧紧闭上你的眼睛，皱起你的鼻子和嘴巴，保持5秒，然后
缓缓的让你的脸部肌肉完全放松，感觉你的皮肤在下垂。请你从头到脚依序收缩和放松你的所有肌肉群，每个动作都要缓慢明确。这个过程不仅能是放肌肉的紧绷，更重要的是它会给你的大脑一个深层的非语言的讯号，身体已经安全了，可以关机了。这会极大地提高你进入深层睡眠、修复记忆的机会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具情感深度的习惯，这是一个轻微的 peak， 因为它揭示了老年人大脑的一个特殊秘密。老年人的大脑往往会抓住担忧和焦虑，不愿放手。这些担忧，无论是关于健康、财务还是家庭，都会在你的大脑中形成一个持续的低频噪音，不断刺激你的皮质醇分泌。习惯6睡前写出你的忧虑和感恩。这个习惯有2个部分，但它是一个强大的组合。担忧卸载准备一本笔记本，在睡前30分钟写下所有让你感到焦虑或担心的问题。你不需要找到解决方案，你只需要把它们从你的脑袋里拿出来，放到纸上。写下我的房贷、我的血压，我明天要去看医生。当你写下它们时，你的大脑会感觉到这个负担已经被安全的储存，它就可以暂时停止运转。感恩日记，接下来请你写下3到5件今天发生的让你感到发自内心感激的事情。它可以是今天吃到好吃的面线，孙子的一个拥抱，天气很舒服。为什么？这很重要。感恩会立即启动你大脑中的血清素和催产素，这2种荷尔蒙会共同对抗皮质醇，让你产生平静和满足感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带着这种温暖的情绪入睡时，你的大脑会在深层睡眠中更有效地巩固正向记忆，让你早上醒来时带着一种轻盈且积极的感觉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技巧，但它能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善你的记忆和情绪稳定度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已经深入探讨了如何对抗夜间皮质醇，以及如何重新启动大脑的自我修复机制。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6个习惯：睡前90分钟给身体降温，晚餐后停食至少3小时，睡前1小时全面降低光线刺激，10分钟的慢速深呼吸，睡前渐进式肌肉放松，写下担忧与感恩。我想强调的是，你不必做到完美，你不需要在第一天就将所有习惯都做得滴水不漏。改变是一个渐进的温和的过程，请你先选择其中1个或2个你觉得最容易开始的习惯，并每天坚持。你需要的只是规律，而不是完美。当你开始执行这些习惯时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会更深沉，你的情绪会更平稳，而那些让你心烦的健忘症状也会悄悄地开始改善。你的大脑无论几岁，都渴望你给他这个修复的机会。请记住，对抗老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轻轻地点击分享按钮，将这份知识分享给你身边的长辈、你的亲戚朋友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老年社群建立一个更健康、更快乐、记忆力更清晰的未来。如果想看到更多关于老年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深度内容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在这里为你提供真实无私的帮助。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平静与清晰。